问，皈依文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龙泉因地的大圆满不共德不共内谦行的皈依文。那么这个部分就是真是三宝三实三根本，脉风明点自心菩提心，本体自心大悲贪嗔种，乃至圣意菩提很皈依。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皈依的皈依文，我们共同的皈依跟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在共同的皈依来说的话，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还有我们藏传佛教共同的皈依，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我们在前面这里就是真实三宝三实三根本，脉风明点自性菩提本体自性大悲等等，乃至圣意菩提很皈依。这个方面没有说上师，也没有说佛，也没有说僧众，对吧？但这个呢，就是主要是自己的真正的皈依的对境。我们平常都说佛不在外，就佛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也可以这样说的一种说法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佛不在外，佛就是自己，也可以这样讲，自己的脉风明点，如果清净了，那就是三宝皈依的对境。所以我们本身就是有大悲藏、如来藏。那么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皈依制呢，就是我们皈依的对境，就是我们主要的自己的如来藏。那么在这个我们在修持大圆满法也好，大殊义法也好，都是这个道理，没有比这个更其他的一个对外的一个皈依之处。所以我们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就是那要圆满10万次以上的。但这也不是说只是圆满了10万次以后就不用再念嘛，并不是的，长期都是需要作为我们主要修持的一个功课来圆满。如此每作经里面诵皈依经，至少要圆满10万遍。所谓这里面所讲的至少要圆满10万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圆满的这个无加性的这个10万次的皈依经皈依文。在未达到此数量之前，因闭关而观修，平时也是必须念修皈依。若有人想皈依是自己的父母关在左右，而将愿滴魔障2指关在自己的前脉，为什么观想愿滴魔障比父母还重要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引入了大乘法门的修行者，应当修持对无边的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心与菩提心。重点在这里，我们前面刚刚就是没有念真实三宝三实三根本，这个前面呢，前面有是说在念诵皈依前的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刚，心里的主要的想法就是什么？记得吗？不记得是吧？起心的成要让大家成佛。没有记得吗？根本就是一点点的，没有沾都没有沾，个边都没有沾嘛。所以前面就是那个最主要呢，就是要念诵皈依的时候，我们就是前面刚刚的前面就是真实三宝的这个前面，就从这里就是一切就是只考上师三宝，没有其他的第二个任何一个依靠，也没有任何一个想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思想，对不对？对。有没有啊？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修持大圆满法的，必须得要靠上师，而且是对上师跟对传承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修皈依是为了什么？那就是我们这个皈依是不共同的前行。不共内前行，不共同的皈依，跟什么不共同呢？
跟小乘不共同，跟大乘怎么说呢，显宗不共同。这是密乘大圆满法不共同的皈依，所以他有他的这个修皈依的时候的一个条件跟需求，是完完全全就是要靠上师那么前面有讲嘛，就是要皈依的这个门是谁来开，就是用信心来开。那么这个信心也是对谁有信心？对上师有信心。没有上师的一个存在的情况下，不会有佛的一个名称。这也是经典里面所讲的事实的道理，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要成佛要成就，那完完全全就是只要靠上师。以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这样的发心的基础上，那么念诵10万次的皈依经的过程当中呢，皈依文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观想皈依经。然后平时的任何实践当中，都是在不弄没有皈依的这个功课，长期要修持。那么接下来这里呢，就是观想的方面。那么我们对今生的父母是很重要嘛？今生我们自己的父亲对我们也很重要。那当然，基于这也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大部分的人是一定是这样，但是少数的人也许可能是跟父母关系不好的，然后就也是就是一些没有什么那种信仰的这些地方，那就是也是会有一些就是非常冷血的这种情况，是少数的一些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是父母跟小孩的感情是可以说是最亲的。而且在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来说，就是所有的人里面，所有的众生里面，也可以这么讲，现在你是最疼谁，最爱谁，最重要是谁？那当然就是今生来说吧，就今生的父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右手呢，就是观想自己的父亲，左手观想自己的母亲，前面呢更重要的位置让给这些眼地的让我们这个障碍的这些障碍者，那些魔障就是相当就是人类也好，非人类也好，这没有关系的，都是跟我们有怎么说呢？那个冤亲债主，跟我们有这些冤怨的那些众生，都放在前面。那他们呢，就是对我们就是有伤害的。父母呢，就是对我们是有恩德的，但这些恩德跟伤害来说呢，也是要看一个实践跟他的这个比喻，伤害的多与少也长与短恩德也一样，对我们是一种表面的恩德，还是说短暂性的一个恩德，或者是什么究竟的恩德，这样去看。所以冤跟亲实际上来说呢，也是没有办法分别说这是决定性的对我的冤家，这是决定性的对我的这个亲家，以这种的分别是不能有的。所以一切众生，我们对他们都是作为一个平等性的一种状态来为他们发菩提心，为他们修皈依。然后皈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皈依三宝。那么我们在这个皈依修持大圆满法的皈依，就是那么我们皈依就是自己的这个大悲障大悲的贪嗔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贪嗔，但是我们这个也可以把它就是观想成为一个皈依经相当就是在张满虚空边的一个诸佛菩萨跟以及所有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传承的这个上师们，历代传承的上师们，都是在莲花生大师的头上一个的，就是从普贤王如来到自己的根本上师之间呢，就是在一一的这个排下来，然后观想在我们的前面。然后上方呢，所有的这些本尊跟然后上方所有的上师，中方所有的本尊，
然后在那个下方呢，所有的护法神男性、女性的所有的护法中，全部都是围绕着皈依经，然后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如意树呢，就是装满各种装饰，各种璎珞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朵也好，等等各种珠宝，庄严的，整个就是一个庄严的佛的净土。那么在净土当中，自己也是所在这个自己的净土当中，不是因为自己还是在娑婆世界，然后娑婆世界的自己的前方观想一个小小的一个皈依境的一个汤卡一样的，不是这样的。汤卡只是一个图然后我们观想出来的就是真正的真实的诸佛菩萨，充满智慧的诸佛菩萨。那么这个观想的过程也是一种神奇次第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一个的，先从那个自己的前方观想如意树，那么如意树呢，就是五根枝叶树叶五根树枝，对吧？五根树枝上面就是一个观想大的五朵莲花，非常大的五朵莲花。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一朵莲花需要多大，那这个想象都可以想得出来。这前方的莲花上面呢，就是在以释迦牟尼佛为主要的。十方31界诸佛菩萨都是可以坐在那一朵莲花上面，所以就是每一个都是非常大的。但是空间是够，天是无量的，天空是无量的，对吧？所以没有任何限制说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捷径才是真正的就是到了边，天是无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观想也是无边的一个净土所以就我们还有就是前方呢，就是观想我们所有的焰帝以外，还有六道所有的众生都是观想为我们的诸位在皈依那个经的前面，那我们就是要念诵一起，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起念诵皈依经，然后就是一起做礼拜，也这样去相信这样去那个观想。尤其是为了圆满广大的福德资粮，布施会所积来的一切善根，修安忍是非常重要。正如所谓，若无生嗔净，于谁修安忍？所以这就是一样的，就是对所有一切众生的平等性。能够可以做到平等心的主要的这个方法，就是要修安忍心。我们大乘的度波罗蜜当中的安忍心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升起的对境，我们也没有可以修持安忍的对境了。所以修持安忍的对境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讲，对这些对我们不利的、对我们不好的这些，都是最后变成我们的恩人的原因是这样的。除了我们修行人以外呢，就没有这些能够可以把出人都变成恩人的一些方式。但是有修行的方式来把这个出人也是可以变成恩人，能够可以真正的会得到恩德的方式是有存在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如果是我们没有嗔恨的对境，那就也是不会有一个安忍的对境。所以我们前面所要观想的这些，我们对我们有伤害的这些炎帝跟出家这些，那我们就是从观想的，没有在实际的动作上去跟他什么，我们就在以观想的做功课的方面，就是以观想的方式来，没有办法在观想在自己的前面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安忍心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修。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呢，就我们这个修在先不是需要去实际的动作，就自己去观想，做了很多次的功课，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以后，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你的敌人，有一天你真的见到他，也是你对他不会产生什么嗔恨心感，对他不会有什么这种成见心、不好的心。所以这就是修的主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Mandaya tangje zikra nya Dane nipa dana pangje ji Shega nanje valon chubaya Zubun chole ndokang chowa